上床啦，仲經。歡迎大家嚟到李老師的中文課。今集我哋會複習一下明語句。首先，大家仲記唔記得明語句嘅結構啊？冇錯啦，係有本體、喻詞、喻體。本體係本身要講嘅嘢，喻體係要打比方嘅嘢，而喻詞係將本體同埋喻體拉埋一齊嘅字，例如像、好像、彷彿等等。而家睇下呢個例子，雞同皇冠有啲乜嘢相似之處呢？究竟係整體定還是局部呢？冇錯啦，係局部。咁雞嘅邊一部分同皇冠相似啊？我相信你都揾到啦，係雞冠。咁雞冠同皇冠係喺邊方面相似啊？顏色、形狀定還是聲音啊？冇錯啦，係形狀。除咗形狀之外，可能大家都覺得佢有高貴嘅感覺，因為皇冠通常係皇帝先戴，所以雞有皇冠就好似好勁、好威咁樣啦。因此，我哋就可以有呢一個句子：那隻公雞昂首挺胸，頭上的雞冠像一頂華麗的皇冠，顯得格外神氣。咁喺個句子裏面呢，我哋要認真咁樣抽出嚟，揾佢嘅本體、喻詞同埋喻體。相信大家都揾到啦。本體係雞冠，喻詞係像，喻體係皇冠。其他嘅嘢呢，就係補充成分，令到個句子更加清楚。希望到呢度大家對明語句都仲有印象，同埋能夠掌握得到。咁呢度都同大家複習一下點樣做到比喻句。我哋要聯想同埋聯繫兩樣嘢，可以靠兩樣嘢嘅相似地方，包括形狀、顏色、聲音、感覺、感受等等。剛才用咗雞冠同埋皇冠嚟到做咗比喻，除咗呢個比喻之外，公雞仲可以比喻啲乜嘢呢？諗到啊？好，聽下。冇錯啦，就係公雞把聲，要嚟做乜㗎？梗係朝頭早叫你哋起身啦。所以我哋可以得到呢個句子：公雞像鬧鐘一樣，每天清晨準時啼叫，喚醒沉睡的人們。或者我哋將公雞變成喻體，它的嗓音響亮得像公雞一樣，就像清晨的鬧鐘，讓人一聽就清醒了。咁呢度就係用咗聲音相似嚟到作比喻。公雞仲有冇其他可以比喻嘅地方？唔知你哋係諗唔諗到呢？不妨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啊！唔知道大家平日返放學嘅時候喺路上嘅交通如何啊？會唔會覺得好塞車、好塞人啊？如果你都有經歷過咁多人、咁擠迫嘅感覺嘅話，你就想象到巴士或者地鐵嘅擠迫情況。咁你亦都可以將呢一個擠迫情況呢比喻，譬如比喻為沙甸魚。咁我哋就會得出咗呢一個句子：早上上班上學的巴士擠得像沙甸魚罐頭一樣，大家肩貼着肩，連轉個身都困難。呢度將早上上班上學嘅巴士比喻成沙甸魚罐頭，非常貼切咁樣傳達咗人多擁擠、空間狹小嘅感覺。因為沙甸魚罐頭呢就好似巴士，而喺罐頭入面嘅沙甸魚呢，緊密咁樣排列，幾乎沒有活動嘅空間，就好似巴士裏邊肩貼着肩、難以轉身嘅情景十分相似。所以整個句子呢，能夠形象化咁表達咗早上擠迫嘅情況。今日呢，我哋複習咗明語句嘅結構。
提升咗運用名語句嘅能力，鞏固你哋創作名語句嘅能力。今日我哋就複習到呢度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